比賽都係俾1分鐘頭。出面俾到第1分鐘。係啊。嚇唔係2分鐘咩？1分鐘。去咗邊啊？巴西拳擊嚟啦，巴西。有法式嘅巴西。係啦，法式嘅，爭啲唔記得咗法式拳擊啦。誒，呢招係阿馬車嘅絕招嚟喎。好煩啊！係啊。嚟。Go！佢哋要嚟啦！驚啊！好 break！一隻手得啦係嘛？加油啦！1 minute，1 minute。啊 ，Benny 係要俾人打，係要俾人打多啲啊！係啦，俾人打唔緊要，最緊要有反應。暈咯，有反應，呢個算反應。暈住係反應。都係反應之一，呢個病毒。30。係 good。呢個咩嚟？好正啊！師傅。佢太勁。收翻你隻腳咯！幾次街跌，嗱即刻有個病呢條友。你平時就係咁啊！你係啊！你隻腳咧一激動咧，隻腳就嚟㗎。埋出啦！係咬住，係 good。